如果屋企老人家真係咩都想管嘅話，其中一樣令你最窒息嘅係乜嘢？婚後如果同老爺奶奶一齊住咧，其實真正受影響嘅唔係老婆，而係個老公啊！我反對，兩個都受影響。一開頭咧可能會因為生活習慣啊、三觀嘅問題咧，咁啊會影響到個老婆多少有啲唔方便。解決婆媳矛盾最關鍵嘅其實係老公嘅情商同協調能力啊嘛。當真係有婆媳矛盾出現嘅時候，你站邊個隊啊？唔知道。嗱，呢啲咪就係同情商同協調能力有關咯。當經年累月之後，個老婆終於頂唔順啦，佢完全可以拍拍手翻外家拜拜咁嘅喎。咁但係如果個老公想逃避，佢避到去邊啊？即係放工喺部車度煲2個鐘頭煙咁啊嘛。又唔可以成日都話加班咁樣噶嘛。啲同事睇到之後咧，可能都會質疑你工作能力嘅。仲有啊，如果知道你屋企發生啲咁樣嘅婚姻矛盾之後咧，就會覺得你連少少嘅屋企嘅嘢都處理唔好，喺公事上面肯定做唔好啦，影響升遷啊。如果屋企老人家真係咩都想管嘅話，其中一樣令你最窒息嘅係乜嘢？佢喺唔敲門嘅情況之下，隨便就推開我道門。哎呀，萬一我換緊衫咁點算啊？呢啲仲係小事啊，萬一你哋喺度，哎呀！論心理同生理陰影面積，老婆同老公你估邊個大一啲啊？嗱，老公嘅生理影響比較大，食藥咯，出師未捷身先死啊！一句講晒啦，女人就好好地揾錢啦。兩個人嚇，大家哎男女冇錯無論男女都要好好規劃，唔使依賴爸爸媽媽，唔使依賴老爺奶奶，你自己有錢嘅話咧，咩都自己話晒事啦。